下世平安，这是咱的敬拜时间到，请咱安静咱的心，咱把咱的心带到宝座前，咱要来敬拜，咱要专心全部来仰望来敬拜。召开这个门，互守信实其的百姓进入，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的平安。恁着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咱永远的石盘。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咱敢知影即马是几月？7月吼，7月咱看到外口足侪人咧普渡。为什么要普渡？因为普渡就是要安怎避免这个不好的灾害临到他身上吼。所以咱的坚心倚靠耶和华上帝，伊要保守咱是10分的平安哦，是10分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既然倚靠耶和华的一切咒诅，都要来拍破。伊若倚靠耶和华，伊拢会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倚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拍破。伊若倚靠耶和华，伊拢会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倚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拍破。我着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着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祝福落主生命。我着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着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祝福落主生命。无论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超出伊，互咱的生命会当来离开烦恼，也是惊吓，也是忧愁。咱的主的内面，耶和华要互咱经历着伊的疼痛，伊要守出真正的平安，互咱三角地地，来个对头来吟一解。既然我靠耶和华的喜乐要充满伫咱的心内。伊若倚靠耶和华，伊拢会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倚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拍破。既然我靠耶和华。伊若倚靠耶和华，伊拢会心要充满。伊若倚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倚靠耶和华，平安的心
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唱歌来主生命，记得唱歌，记得唱歌来主生命，记得唱歌，记得唱歌来主生命。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洁，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圣洁，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
时，脚步不离。当圣神恩过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咱无搁再受捆绑，咱的心中是充满了喜乐，亲像水泉，亲像活水。咱要开嘴对主来感谢，这个感谢是永远无煞的。咱是受圣神甲真理会来受洗，咱爱充满了基督的能力。咱的生命赢过一切贪恋、一切私欲、一切引诱、一切捆绑。咱的生命有经历着侪这种的操练，咱要赢勇敢行做主的器皿，尽忠伫主的神圣的使命，行做耶稣基督的器皿。咱做来用华语来学了这首《我愿为你去》。神灵与我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要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看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看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咱搁一摆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一世人来对你。主啊，我愿意为你来活。主啊，我要成做你的器皿，成做你重用的器具，来为主来做工，来服侍。主啊，求你帮助阮，伫阮的生命，因为有你的陪伴，阮的生命是充满着喜乐，阮的生命是有活力的开展，阮的生命是充满了上帝的互阮的能力甲智慧。主啊，我们愿意为主来做工，咱做个来吟一届，我愿为你去。用神灵与我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影响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
消失，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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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一起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平安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一起看万事为顺时，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神灵火为我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因为我愿为你去。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你予的平安是10分的平安，完全的平安，是你对你的百姓的应允。因为你用公义的正手，有权柄来扶持阮。因既然我靠你的一切无好的咒诅，你拢要来剪除，你拢要来拍破。伫这个7月，侪人惊吓，但是阮踮伫主你的内面，阮日日得到平安，日日夜看顾阮。我要惊是之罪呢？因为阮会知影，阮的帮助是对你遐来。你保守阮的脚步是稳当徛在，因为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阁有大大的果效。阮的心阁不再惊吓，阮的性命是日日来更新黑暗，毋敢来靠我阮。因为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感谢你。我嘛为着新朋友来到阮教会，主啊，因需要你，主啊，因需要阮的陪伴。主啊，因需要安全感的教会，亲像伫厝里相共，受疼痛，
所以阮爱更加有即个敏感度来关心因。透过牧者的信心，主，你要行入伫因的心内，帮助因骄傲的心灵来得到把助，得到更新。愿感谢你。我嘛为着兄弟身体病痛，你来恳求。虽然阮毋是医生，阮无法度做啥物，但是阮会当透过来向你祈祷来恳求，因为你是有宽平的主，你是互阮有气力的主，特别是望甲信心，互因带来医治。信心就是完全的荣耀。我嘛知影，阮有姊妹伫即礼拜要来受手术，主啊，你圣神来温哥医生的双手，互伊即摆手术伫即个病院的心。当伊咧受手术的时阵，伊的心无惊讶，伊坦然知影主，你的双手要来保守伊，你的双手要来帮助伊，你要互伊经过即个手术，即个无好的要来剪除。主，愿感谢你，兄弟姊妹有恢复身体当中，恳求你保守你大宽灵的能力伫因的心上，因软正的所在，互因来紧紧的恢复。愿献上感谢，献上荣耀的颂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起立来讲道，会当看周报来呀。咱做伙为着咱所疼的人，为着咱所疼的教会以及事工，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我感谢你的天堂，有你的超越我受造我，有我谢谢主的心。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听阮，你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定心来塑造，来认罪，来反省。主啊，求你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教导阮，互阮定心去看去阮的软正，也会当互阮有气力来关心凡是可怜长的人。主上帝，愿你的平安带领伫阮的同工，阮的亲人子安、陈荣、子轩、俊明、宇轩，因去到伫花莲的所在，崇光教会，伫遐来甲遐的亲人、会友来互动。愿上帝你保守因的脚步拢有平安。愿上帝也赐福伫阮当中有身体软正的会友。无法度来到伫阮中做伙敬拜的主，求你手术因医治的双手来医治因，帮助因，互因心灵软正的时阵，有上帝你的疼安慰因。主，我也求你怜悯带领，伫阮教会也有侪欠缺的所在，但是我们要靠着你互阮的信心来回应你对阮的疼。我们靠着你的信心来勇敢来奉献，勇敢来付出，关心带导。愿主你的平安也继续带领阮这块土地台湾，互阮会当哪来哪听伊，知影伊的软弱欠缺，也会当通过伫上帝你互阮的智慧来疼惜伊。阮一时感谢，愿主你赐福，也带领阮的牧师出外，也求你赐福伊的脚步，带领伊，无论伫倒位，上帝你的平安要带领伊，互伊的嘴所讲的，拢通荣耀你的圣名。阮伫你面前感谢恳求，拢是靠主圣尊名来求，阿门。做伙来吟全年的天父。你
请坐。咱再回来启应文第60篇，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讲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去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雾袂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学了咱所听的上帝要唱的歌是588首。外面啥人在拍门？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是你看无路，你所伫
感谢圣歌队的服侍，互咱通过这2条诗歌的歌词教导，时时阵感恩的心靠主来活。这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代志。消息报告第1点，本主日是教社奉献主日，感谢大湾教会洪宪明牧师代表进道请安报告，请兄弟为教会甲社会关怀的工作关心大道奉献。第2，今日小组正常聚会，请兄弟留意，新朋友嘛会当咱的秀珍长老吼，秀珍长老伫遐吼，会当来问伊看要参与倒一个小组吼。第3点，本周过来的拜六拜日，就是后礼拜吼，24、25，为着咱本会台东野外的礼拜，请有参与的兄弟姊妹会当伫礼拜4来参加行政的说明会、行政的安排以及注意的事项。伫拜六透早6点半，伫东桥1路也是大桥国中的边仔门集合上车出发，请备办好你家己的衫佮需要的药物。礼拜日透早嘛是有直播的时间，礼拜是9点半，请无参加的兄弟会当伫厝观看聚会，也是会当就近的教会来参加礼拜守安息日。另外，请还未缴报名费的兄弟会当咱会员即事来揽吼。第4点，今仔日11点到下晡6点。有一个活动7月平安福音乐的市场，地点伫台南市议会头前大门的广场，内容有园游会、基督徒艺人报道、乐团敬拜、平安福小礼物，欢迎小组也是兄弟做伙去参加，也有参加100人的大合唱，请伫下晡3点集合。要唱的歌是《咱着来吟诗》。以及耶和华祝福满满。第5点，本会咱教会社区音乐班9月2日开始到10月26，逐礼拜的拜六透早10点到11点半，以及伫10月27拜日的新歌发表会吼。对象是咱中班的小朋友到国2、4年级的学生。费用是1000块，但是你若全部拢有参加吼，会当摕500块。咱做伙来读即礼拜的金句。台语是悬是深，还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过当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罗马书第8章35节到39节。35节，啥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夭折，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因为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疼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剩。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治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生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即是请学生吴木恩来读中文的圣经。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罗马书8章35到39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的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咱拍婆仔来鼓励咱的牧恩吼，真正足够的吼。来，这是咱请注意学的学生、青少年做伙来头前，咱要请洪牧师来为这学生祝福祈祷，祈祷了，咱要请牧师来敬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些小孩子跟我们青少年老师一起来祝福的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每一次当我们预备心到圣殿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着欢喜跟快乐。特别是让我们看见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在父母亲的带领之下，也带着欢喜的心情来到圣殿一起敬拜你，我们的心充满无限感恩。我们也相信耶稣，你正展开你的双手，迎接这一群小朋友，你要怀抱他们，在你的胸前，为他们一一的来献上祝福。神，我们把这些小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的爱跟神的爱就充充足足的赐给他们，并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愿你的智慧，愿你的聪明都加添在他们生命当中，好叫他们一生一世都成为神所重用贵重的器皿，来服侍上帝的国。神，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把这些老师跟青少年朋友一起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塑造他们在你的里面，成为合神心意、被神所重用、所高摩的一群基督的精兵，好叫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你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奉主的名来为这些献上祝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上帝祝福你们哦。今仔日是咱台南中会，也是咱总会所定到这个教社纪念奉献纪念主日。我有这个机会受邀请来到，受安排来到咱的教会，甲咱做伙分享。也咱拢知影，咱的教会袂当甲社会脱节，咱的教会也是社会中间的一部分。所以教会的社会任何的变迁，对咱的教会嘛会带来真大的影响。所以咱的教会真需要常常来关心伫这个社会所发生侪项事。所以教社部就是代表咱中会，也是咱的总会，来咧关心社会所发生的事。亲像咱伫过去，咱看见当国会这个立法委员选举了后，伫立法院所产生侪的这个乱象，引起真侪的国内外真紧张，嘛真侪的这个惊吓，唔知会为着国家带来甚物款的危机。所以咱的教社部就通过侪的演讲，也是侪的无共款的关心，来咧表达咱的教会，期待咱爱有一个和谐的国会。
咱嘛看见伫最近连连有几若遍的风台，也是大水大风，造成有真侪遮的灾祸。特别咱台南虽然无亲像高雄遐严重，总是嘛有真侪的遮的会友，也是遮的毋是会友，因也是因的厝体产业嘛有受损。所以咱的中会教社部就代表咱的中会来做无共款的关心的工作。佮特别伫咱最近应该咱拢有看见，伫咱六家的地区有一个家庭伫无拍算的中间半暝啊来火烧，全家5口拢火烧4点伫迄个厝内底，拄拄好敢若剩因的大查某囝，因为队团出去到伫意大利来表演，所以伊都脱过即个危险。所以因为安尼时，咱六家教会的遮个传教者随时带因的长职来甲因表示关心，嘛咱的教社部嘛真紧来带着慰问金来关心因的家属，所以这就是咱教社部常常伫反映社会所发生的事真紧所咧做各种的事，特别伫今仔日也是拄则咱咧讲的。7月天有真侪会惊吓甲无平安，充满伫咱的社会中间。所以因为安尼，咱的教社部就伫遐来办理一个叫做7月天平安福音乐的市集，就是要通过咱即款的活动来帮助咱即地区的人知影，7月天是平安的日，也是平安的日。咱伫耶稣的内面毋免惊。所以这就是咱教社部在做，所以嘛，希望咱下晡若假使时间，咱换啊挂营到伫市议会所在，伫遐来参加，三个做伙来发起咱伫主的厅内面，咱逐日拢是好日，逐日拢是平安的日。当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我有缘有利用即个机会，要甲咱三个做伙来分享一个信息，就是人生。袂当无有大桥，人生袂当无大桥，因为我是派来大桥教会，所以人生袂当无大桥。坦白讲，我要甲咱大家抱歉，就是咱的教会成立到伫今仔日，嘛已经30年久。伫这30年久的中间，我完全知影有一间台南中会有一间叫做大桥教会，但是第一遍来到伫咱的中间。也正式甲咱做伙聚会，这是我一生的中间第一遍，所以我真道歉。毋过嘛，因为安尼，互我知影，我今仔日若要来伫即个所在，我若无先来找所在，有可能我会超过时间，佫找无大桥教会。因为咱知影，大桥即个地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所以有真侪的巷仔路、道路，真侪的变化。毋是一般人找会到，所以为着安尼，我伫2-3工前，我趁咱门关咧时，我偷偷来看咱的所在。嘛，因为安尼，今仔日我会惊，所以我8点就出门，毋知影我坐到40几分才到位安尼。所以我发现着讲，即间教会对我来讲无清楚，毋过即条路对我来讲却真清楚。毋过当我伫几日前在找咱的教会，也是今仔日我在找咱的教会的时，我坦白讲，我无看见一条敢若较大条的桥，叫做大桥。所以我一直在想讲，这个教会是伫一个无有大桥的大桥教会，这是我一直在未明白的一项事。总是当我在未明白的中间，我忽然间有一个感动。所以我就去上网去搜寻，结果我发现到真正这个地区有一个桥叫做大桥。这个桥伫什么时阵呢？这个桥就是伫380年前，当荷兰的时代来咱府城安平古堡设立伊的统治行政组织的单位，伫迄个所在时，迄个时阵有一个统治者。就是荷兰派的官员，伊叫做卡隆。这个卡隆，伊
为着要互即个府城所产生的这出农作物，即个米甲糖，伫当时是非常出名。所以因荷兰来到伫遮，因毋是要占有即个土地，因是贪着即个内底有真侪的这丰富这出产品，所以因是要出伫买卖来到伫遮。所以因为着要互即个米，也是即个糖，会当顺序来运到伫国外来做贸易的工课。所以即个卡农，伊就对府城来做一条路，约有10公里。走去到伫倒位？走去到伫迄个新港，但是即马叫做新市，较早叫做新港啊。伫即10公里的路的中间，就是要互遮个做事的人会当也是生理人会当将米将糖顺序带到伫迄个港口的所在伫遐来出港。总是当伊伫做即条路的时，伊发现到即中间有一条叫插头港溪，这条插头港溪若无解决，安尼这条路虽然真顺序真直，但是因为每到伫这个溪啊，因就爱搁想办法来搬过溪，所以后来这个卡农伊就做一个决定，要来做一个大桥。因为2条溪，大溪、小溪，所以就大桥甲小桥就甲起点伫迄个顶面。安尼咧，所有的生理人也好，做事人也好，就会当顺序对府城，然后将米、将糖带到伫新市，也是带到伫插头港溪伫遐来出港等等遮个事，就安尼完满。但是，佫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故事，听伊讲，即个卡农因太太原来有对咧来府城的所在甲伊生活。伫即段时间伊有一台马车。伊因无代志做，伊即台马车就开咧，就不三时去外面行搭，所以即条路听伊讲嘛是伊定定咧行的路，所以咧，咱就会当看见即个大桥也好，细桥也好，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能甲目的，就是因为伫即个路甲路的中间，因为溪来断过去，所以为着要互即个路甲路会当相连接。会当顺序行过去，所以必须要来起一个大桥，也是起一个小桥，然后互即个路会当通达。所以咱就会当知影，造桥是对咱的生活带来正面，佮非常需要的一个帮站。虽然咱拢知影，即个桥真要紧，咱嘛看见，特别咱即个时代，有真侪所在定定在造桥。大桥、小桥真多，愈做愈坚固，愈做愈勇。但是安怎？但是咱看见伫今仔即个社会内底，拄愈亲像有一个人伊所讲的话，伊讲吼人类起造上济桥的墙，却起造上少的桥梁。当我看到即句话时，坦白讲，我嘛无啥物了解。后来去甲伊深入去甲伊做一个研究，了解了才发现到，就是咧讲起原本人应该爱起造真济的桥来方便咱的出入行搭，但是人虽然安尼拼命咧起桥，毋过还佫有一个比桥佫较济是啥物？就是墙。人常常伫起墙，伫迄个所在较过头伫起桥。为什么？咱拢知影墙是啥物？起墙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比如讲，今仔咱伫即个所在，咱有即间礼拜堂，咱有看见几啊堵墙。这个墙的目的，特别我有看见，咱有真侪拢有4音版的设备，就是表示安怎？表示咱的壁的另外一边有厝边，咱无爱伫咱的礼拜去影响到厝边，嘛共款，咱无其他厝边来影响到咱，因为咱有咧礼拜的生活，因为因有因的家庭的生活，所以无论是因也好，是咱也好，为着要互相有家己的
运输权，也是家己的生活的方便，所以人就爱起真济的墙，安尼来隔绝你甲我中间的关系。毋若是即个咱的壁，咱嘛看见有真侪教会，包括大安教会嘛共款，拢会起一道的墙啊。啊，即个墙啊，就咧隔绝内外，啊，这就是教会内底，这就是教会外口。所以有一个教会牧师，伊最近甲我做伙时，伊甲我讲一个，伊讲牧师，我甲你分享一个阮教会见证。我讲什么款的见证？我足爱听的。伊讲吼，阮安尼祈祷偌久了呢，结果阮今仔日安尼已经一个共识，阮教会的迄个篱笆要甲拆掉安尼啦。我才感觉讲，干那为着要拆教会的墙啊吼，就爱祈祷足久的才拆会落安尼吼。啊，咧表示安怎？表示教会嘛真看重即个围墙，就是要隔绝，互教会内底甲外口有一个分别做成的所在。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人类起造真侪的墙，就是用即个墙要来隔绝人甲人中间彼此的关系。但是颠倒变倒转来，造桥的目的是啥物？造桥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跨过大沟来建立你甲我共同的关系。所以咱看见咱当时的即个卡隆统治者，伊造即个桥，就是要互府城的人会当甲新市的人会当通达，互新里人会当顺序，就是要将两地本来有隔膜的路，甲伊结做伙，安尼人就会当真自由出入。所以造桥带来有人甲人中间有真侪方便性。同款，今仔日伫我甲你、你甲我的中间，咱嘛需要做真侪的桥来互相沟通、互相了解，然后互咱成做伫主内面一个真正一家人即款的关系。当伫即个所在，当咱咧讲造桥的时阵，我就去想到伫早前耶稣迄个时代，伫圣殿伫起造的时阵，因有分做外邦人院甲圣殿。外邦人院就是什么人拢会当伫遮行达，什么人拢会当伫遮出入。但是圣殿独犹太人才会当，因为犹太人自认为家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上帝所竞选的囝，是别人无法度代替。所以这外邦人啊，毋是上帝的囝，毋是上帝要竞选，毋是上帝要听，甚至因看外邦人的迄个是上帝要互因出世来做地角的查考来消费用的。所以咱就会当感受到当时外邦人伫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何等会受排斥、甲卑微，甚至看做无路用的物。所以因为安尼，当因咧起造圣殿的时，因特别伫圣殿的头前来围一个墙啊，亲像咱的一般的教会有围一个墙啊，来分开外口这你什么人拢会当直接行，袂要紧。但是即个墙啊，你袂当踏过头一步，踏来安怎？伊个一句话讲哦，伊讲外邦人禁止入来，若假使踏过来安怎，就该处死。所以咱就会当看见，哪有遮严重？今日若厝边隔壁来入咱的教会，咱欢喜都袂顾伫啊，哪有可能搁该赶？哪有可能搁该处死？但是当时咱看见犹太人。因伫圣殿伫敬拜上帝、阿拉上帝，但是当伊看到一个外邦人入来时，迄边就落落来，受气无当紧，佮就爱甲伊处死。所以咱就会当看到原来伫早前起造圣殿的时，讲就爱起造一个叫做隔断的墙，也是中间的墙，就是要隔绝人外邦人甲犹太人的伫上帝的面前。即款的敬拜的生活，毋那安尼嘛通过即个墙，互我去想到伫历史上一个真出名的墙，叫做柏林的围墙。柏林的围墙就是德国起造的围墙。
咱拢知影，伫将近60-70年前，伫德国的所在，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了后，就安尼国家像分裂，一个叫做东德的国家，一个叫做西德的国家。东德甲西德的国家互相无往来，但是安怎？因为西德是民主的国家，所以有真侪伫迄个东德咧生活的人，因真羡慕要当去西德遐来过自由的生活。啊，嘛有真侪伫迄个东德咧生活的人，因有亲情爸啊、姆啊，甚至爸爸妈妈，甚至囝儿，有可能伫迄西德咧生活，所以因毋望家庭会当团圆。所以，因就会走离开西德，要东德，要去到伫西德的所在。所以前后至少有200-300万人就安尼走离开即个东德，去到伫西德的所在，互即个东德感觉安尼袂使。所以东德伊就开始起造墙啊，一开始用木仔墙，后来用砖仔墙，甚至看见讲真侪人拢咧爬墙偷走过。所以就家起100几公里的远，即个墙用真坚固的安摩土来去，互你爬袂过，走袂过。但是安怎？自由实在是吸引人。真侪人虽然看到即道墙，但是安怎？犹原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要爬墙过到伫西德的所在。来团圆也好，来享受自由、民主，迄个呼吸着迄个空气，就安尼到最后，东德竟然制造一个法令，就是既然对遮要爬墙啊过人看到的警察啊，就会当活活来弹互死。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讲，即个墙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对东德来讲是非常要紧的一道墙。就是要隔绝，无互东德的人走去西德，嘛无毋望西德的人走来到伫东德，所以即道墙真明显来隔绝人甲人中间的互相的往来，总是也加在就是讲，伫经过20-30年后，因为战争的一个结束，啊，所以后来即道墙就伫真特殊的即个因素下面来讲掉废除，只有留2-3公里做一个纪念，所以国家就因为安尼来统一，就安尼互相会当过自由的一个即款的生活。这就是墙，互咱看到隔绝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毋过，这是看会到的墙，是会当家杀倒的墙。总是咱点捌去想到讲，伫你我咱的中间。嘛，还佫有一道墙叫做看袂到的墙，无墙的墙。无墙的墙，无墙就是墙。意思就是讲，伫你我咱的中间，咱有可能嘛起造真侪无共款的墙，互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因为安尼来隔绝往来，保持距离，也是因为安尼人甲人中间就伫遐来互相排斥无好势。所以，因为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讲，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有真侪因素会造成你甲我咱的中间来设真侪无共款的墙。兼且为着你的信仰，甲你厝内底人的信仰无共款，你伫厝内底，你有甲你的父母、甲你的囝儿逝世，有设一道看袂到的墙。兼且因为你做妈妈。甲你的囝儿有迄个代沟，所以你有发现到父母甲囝儿的中间又搁有一道墙，你嘛有去看到有可能你伫社会上，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地位，你去甲企业早一做伙时，好亲像咱家己嘛会设一道墙，讲哎哟，咱哪会好意思甲迄个好业人做伙食饭？所以咱就来设一道墙，有真侪遮因素会造成咱人。家己也好，互相也好，来设一个人甲人中间，迄个毋是墙的墙。伫最近这段时间，我有机会接到一个教会的青年，伊敲电话互我，伊讲牧师，你敢会当替阮祈祷？
我讲好啊，做牧师听着要叫人叫我祈祷，我哪会敢人摕？伊讲，我讲是到底爱我祈祷什么？伊讲牧师，我坦白甲你讲，我甲阮太太，阮两个人的关系，伫几当前到伫今仔日，拢一直无好。我讲哪有影？我当时甲恁做伙时，我就看恁咧有讲有笑，佮汤干面甜。伊讲牧师，迄个演戏，互你看。伊讲，阮伫家庭的中间，太太规定，你袂当甲我困共顶眠床，你袂当甲我食共碗、共底碗，你袂当摸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身躯的任何一部分。咱两个人做伙住伫遮，虽然叫做翁仔某，但是安怎找互清。所以因为安尼，伊毋望牧师会当替因祈祷，将即道墙甲跳开。我嘛有时阵会听到教会或者个长职，也是听到姊妹伫甲我讲话中间，因嘛有甲我讲起，伊讲牧师，坦白讲，你要叫我去找某一个长老，我无啥爱去找。我是安怎？因为莫找较好，保持距离较好，安尼较安全，安尼以策安全。所以咱就会当发现到，原来伫人甲人的中间。虽然看起来有讲有笑，甚至咱拢坐做伙伫敬拜上帝，毋过咱伫上帝面前忘咱家己的良心，无定着伫你甲我咱的中间，咱的教会有几啊道墙看袂到的墙，伫咱的中间需要家己拆。但是，亲像拄则所讲，圣殿即个隔断的墙，会当通过主耶稣的缘故。来甲伊拆你，所以今仔咱无看到一道墙。即个东德甲西德中间，即道柏林的围墙，会当通过国家的统一来甲伊塞到一道墙。毋过伫你甲我咱的中间，你若无讲出来，嘛无人知影恁中间有啥物桥，有啥物墙，甲恁隔绝。就算做我甲你讲了后，你要安怎甲我的墙塞互倒？嘛塞无落来，所以唯一一项就是为着因来造桥，为着因来造桥，用今仔日个话来讲，叫做帮赞因来互相建立一个叫做沟通的管道，就是互因翁仔某会当坐落来，伫上帝面前互相来交换意见，是安怎我会足受气你，是安怎你毋华牵手，是安怎？咱嘛要伫上帝面前，通过为着长老即事甲会友中间来做一道桥，互这会友会当坦白甲中职讲，因为你当时做什么款的代志，互我足实际的，所以我就尽量无爱甲你保持关系。咱来造成即款的桥，来促成互相的沟通，毋望伫主的厅内面，就会当将遮个无墙的墙来甲伊塞倒。当我咧想即个造桥、即个桥遮尔要紧的时阵，我就去想到讲，伫英国伦敦的所在，有一座真特别的桥，叫做伦敦桥，也是咱叫做伦敦大桥。我相信咱中间对囡仔时代到今仔日，无论你有早前信耶稣，还是无信耶稣。咱常常拢捌听过一首的歌，叫做《伦敦大桥垮下来，垮下来，垮下来》。伦敦大桥垮下来，就要垮下来。虽然我的歌无像你牧师遐高唱，但是我想，当你听到这个歌声的时，你就去想到囡仔时代，也是青少年的时代，有真侪时咱拢在做游戏的时。伫遐用伦敦大桥在做游戏，伦敦大桥这么坚固、这么水，免哪有可能来放弃？我甲你讲，我去历史来看是，真正这座桥有放过。伫2000年前，这座桥是对罗马皇帝迄个时代来开始，因为伊迄个时阵桥较矮，迄个溪较矮，所以伊有做一个伦敦桥，但是较矮。毋过安怎，真紧就去互天灾地变毁坏去。后来就佫起一个较坚固的，哪会知
去了无偌久，迄敌人煞像安尼对遮入来，我即个皇帝未堪住，紧张到底，从家己甲破坏互掉，搁定起，敌人嘛是搁对遮来，搁规个甲毁掉。后来当时有一个牧师，我即读我真好安尼。伊讲吼，伊从去建议啦。伊讲吼，咱吼即个桥就要起个大桥，起个坚固，然后呢，互两岸拢会当互相往来，毋免惊火灾，毋免惊战争，毋免惊啥物吓。后来就安尼起做真大个桥，因为上过大桥，所以伫顶面煞会当起厝，包括礼拜就拢啊起伫迄个桥的顶面，总是。后来佫发生火灾，煞就安尼一变火灾，两变火灾，即个桥就安尼佫毁坏去。今仔咱所看到即个桥，虽然已经旧啊，已经要用要歹去，但是已经是经过一遍佫一遍，一遍佫一遍来修正定起。即个故事伫甲咱讲啥？世间人虽然常常伫造桥。但是世间人所做的桥，会因为天灾地变，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因素，就安尼来拆毁、来受毁害、来损失，真做无去。亲像咱拄则一开始所分享，伫380年前所起迄个真正的大桥，后来到伫郑成功来的时阵，就安尼毁坏去。也是讲，有人讲，搁较早拄着天灾都无去。但不管怎样，重点就是要讲起世间人所去做，无论是偌坚固的桥，有一天伊会伫历史上消失去。无论是人为的，是天灾地变，所以因为安尼就引起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咱来开始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咱人生徛踮伫即个世间，虽然短暂，但是安怎？咱是毋是有需要来去做一个永远袂放落去即个大的桥？即个永远袂放弃大的桥伫倒位？咱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想当你还袂信耶稣的时，你互你的厝内底人也好，朋友也好。带你来信主，你一定听了真受感动，感觉哦，信耶稣真好，所以你就安尼来信耶稣。但是信耶稣毋是买着平安符啦。虽然7月天是平安月，但是信耶稣毋是买着平安符。有真侪时阵，当你信耶稣了后的时阵啊，你伫遐大发一个心，阿罗主感谢主，但是有可能明仔载忽然间。法院来甲你通知一张，讲，你的财产要甲你拍卖。有可能你今仔日出去，你发生一个意外的车祸。有可能今仔日你看一个病，医生甲你讲，你后边你来，你叫恁厝内底人陪你来，咱就规个拢行袂转去啊。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讲，原来信耶稣了后。嘛，真侪时阵会拄着亲像患难啦、困苦啦、迫害啦、妖恶、危险、刀剑、赤身裸体。当这个事临到伫咱的中间的时，你安怎去面对？我早前所牧会教会中间有一间，有一个家庭。兄弟姊妹真无容易带来信耶稣，我嘛真欢喜，也常常去因兜家探访。但是有一天，当我去因兜探访，倒来无偌久，我搁去别个所在的时，伊敲一通电话给我，伊讲牧师，当时我信耶稣的时，恁教会讲恁教会哦。恁教会有送一个耶稣的像，我已经摕去伫你的牧师馆的门口口遐，你等你才甲收好。我讲你哪会呢？迄要送你的呢？伊讲吼，我感觉即个耶稣的像可能阮兜也无较平安啊啦。我感觉信耶稣也无较好啊啦。阮太太嘛不三时，还搁咧食迄
迄个感冒水，迄个食了讲会精神会好起来，迄款的，迄嘛是病无较好。所以，阮决定无爱信耶稣，咱信耶稣。那亲像世间人咧起造一个茶的桥，是亲像一个简单的桥，会败坏的桥，真容易伫你拄着患难、困苦、迫害、夭饿、刺啊等等这的事来到的时阵，有可能你就是会亲像这个会友同款。将耶稣的伤摕倒转来送互恁委员牧师，因为我信耶稣也无较好啊。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咱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听。咱若是掠安尼做满足，咱就停顿伫追求成长甲进步，互咱的信仰起造伫一个真粗浅的地基的顶面，迄个桥有一日。有可能会因为某一个因素会放弃，所以咱必须要伫上帝的面前来思考，要怎样来起造一个永远袂倒坏的桥，互咱会当久久长长连接伫基督的内面，来享受上帝对咱的听。伫这个今日所读的圣经，帮助咱知影一项，就是要会当伫任何的环境的中间。来久久长长、永远袂败坏的桥，就是只有伫倒位，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只有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咱看见耶稣伊献出伊的性命，流出伊的宝血，来定死伫世界顶。伫这个所在，咱看见伊用伊的性命来造成一座桥。互咱会当对这边来行到迄一边，对世间来行到伫上帝国的所在。佮这个桥是永永远远袂倒坏、袂败坏。所以莫怪保罗伊原来同款拄着这么多这患难、困苦、迫害、夭饿等等这一切时，伊讲一句话，伊讲什么人？什么代志会当拒绝耶稣基督对我的听？我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啊，来得到胜利。所以因为安尼的是讲，对当以后，无论是水啦、是生啦、是天灾、是掌权啊、是有权能的、有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权的家，还是别个受造的命啦，拢无一个会当拒绝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我的听。就是在讲起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已经找到一个永远袂倒坏的一个桥。因为安尼，我真爱讲起伫教会历史的中间，有在甲咱讲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咧讲起伫士米那教会，就是伫初代教会起造无久的中间。有一间教会叫做士米那教会，中间有一个主教，也是叫做监督，叫做波利加这个人，伊是使徒约翰所听的这个使徒，所以伊伫细汉开始就热心敬畏上帝，伊嘛捌甲这个娃娃见过耶稣对死过活的人做伙。所以，因为安尼，伊对耶稣对死过活这个事实啊，伊真深信佮坚信。所以，对伊囡仔时代到伫伊86岁的时，伊一点仔改变都无。就是虽然伊会拄着真多风影，但是啊，伊对上帝坚定的信心一点仔改变都无。有一日，当皇帝决定下令要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就安尼军兵吹来到伫因兜，甲伊掠咧，准备要甲伊送去到伫迄个首都的所在来甲伊处死。这个兵丁看到伊这么济岁，嘛唔甘，因为什么人无老爸，亲像家己的老爸共款。安尼伊真毋甘，所以迄兵丁吼沿路中间就甲伊苦劝，
伊讲吼，你都不要紧，你都计啊拜一个就好啊，你都计啊讲一个就好啊，你都甲伊讲，我都无要搁信耶稣啊，你讲一个就好啊，要信毋信都你家己知影就好啊。伊讲，我活到86岁，我从来毋捌去体会到上帝放松我。唯一互我感觉到，就是这80几冬过中间，上帝会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何等大伫我的身上。我袂当为着今仔日要留一条活命，我来否定听我的主，因为伊会坚持，所以就甲伊压到伫迄个刑罚场的所在，要甲伊放火烧。当人准备一个火锅要甲伊拔掉的，惊伊走去的时，伊讲毋免，你毋免甲我拔，我家己起来，我家己徛伫迄个所在，互你点火来甲我烧，我一点仔离开走无，的迄个意念都无。特位，咱是毋是捌常常听到会友中间咧甲咱讲，伊拄着信仰上的问题？咱会甲伊讲不要紧啦，无你著甲拜一个啦，无你著甲行礼一个，你心内甲上帝讲，上帝歹势啦，我著今仔都不得已呢。咱是毋是原来有当时会共安尼教？啊，是讲咱有当时咱嘛安尼咧想，但是咱看到一个86岁的一个主教，伊面对着生甲死存亡关键的时间，伊讲我袂当为着安尼来否定听我的主。就安尼活我互火烧死。我嘛真爱讲这个故事，就是40个殉道者，40顶帽啊，冠冕。这40个殉道者，就是因的兵丁有原受限制，袂当信耶稣。毋过中间有40个坚心决意，一定要信耶稣，无论安怎，就是要信耶稣。所以为着要改变因的信仰。就安尼，互人家掠去到伫迄个冰湖的顶面，然后叫人赤身裸体徛踮伫迄个冰湖的所在。咱敢若摕冰角伫咱的手，咱就知影迄是一个热冷。但是去到伫冰湖一片拢是冷叽叽，叫你赤身裸体徛踮伫遐，就是要逼你因为冷，因为你面对着。生甲死尊严关亡的事，会讲安尼好，我不爱信耶稣啊。伊讲你若不爱信耶稣，你就来甲我讲，你就当搁穿衫裤，你就当离开遮。结果，伫迄暝远，即个监督的人伫岸边的所在伫看，无一个人走离开迄个冰湖。当伊愈暗看到遐个人一个一个已经倒落去的时，伊竟然看到一个奇妙的事发生，就是伫即个倒落去的即个人的中间，拢有一顶冠冕，阁有一阵的天使对着即个冠冕起起落落，伫遐跳舞，伫遐咧讲40个传教者40顶帽啊，冠冕。伊看到即个印象的时，非常的着惊。哎呦，哪有安尼？我从来嘛捌看过，我信耶稣那遐好。拄拄伫迄个所在咧卖明白的时，伊忽然间听到一个脚步声。啊，原来就是这40个中间有一个人真正站袂掉啦。伊讲好，我哪会爱遐艰苦？我著要信耶稣，信到遮艰苦要创啥？我过去我来甲讲我不爱信。安尼无我嘛佫毋免遐寒。来甲即个故的人讲，我不爱信耶稣啊！你互我衫穿，互我转去。伊讲哎哟，你有够讲，你若是看到我拄则所看到遐个情景哦，你绝对袂伫遐走来甲我讲你不爱信耶稣，袂要紧，你不爱信耶稣，来我即束衫互你穿。换伊安怎？伊就安尼赤身裸体走去到伫冰湖的中间。为什么？因为伊亲目看到信耶稣的人，迄个结局有义的免流，为着因陪伴，伊受感动。伊讲：那即个我嘛要爱，即个上帝我嘛要爱，
所以伊甘愿赤身裸体，亲像这39个人共款，走去到伫冰湖的中间。当伊去到伫冰湖的中间的时，这个天势本来已经安静啊，39顶无啊，伫遐起起落落。但是当伊走去到伫迄个中间的时，天势就要开始唱40个殉教者40顶冠冕，原来迄个第40顶的帽啊，就因为这个人走去到伫湖中了，天势搁互伊出现。然后，甲伊指点伫迄个中间，就安尼40个传教者、40个兵丁，拢为着主来殉道。为什么这人伊要安尼？因为伊经历着，亲像保罗所经历着，上帝的疼，伫伊的成就，是无论伫任何的环境的中间，拢无法度隔绝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伊的疼，所以伊为着安尼。来献出伊的生命，但看见伊的免流，就为着伊平凡。所以我因为安尼讲，就是要甲咱讲起，人生袂当无大桥，但是毋是大桥教会，人生袂当无耶稣基督。人生袂当无一座大桥，但是袂当搁较袂当是无耶稣基督的徛袂使。因为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伊讲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柄，是有气力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原的家是别个受造的物，拢无法度叫咱甲上帝的疼隔绝。这个疼伫倒位？这个疼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愿主耶稣基督的疼点伫咱的中间。愿主耶稣基督的疼点伫咱的教会中间，愿主耶稣基督的疼点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来疼你咱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无形的墙，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来疼你伫你的家庭的中间迄座坚固无形的墙，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来疼你甲你的厝边头尾，甲你的同事，甲人的中间。任何的墙，拢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疼你，因为伊的墙是袂败坏，是袂倒坏，是久久长长、永永远远，对今生到永远，做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相信你伫遮，阮相信你的神通过这个圣经，通过这个信息，你要对阮讲话。求你将你的疼丰丰富富享受伫这间教会，求你将这个疼丰丰富富享受伫阮中间的每一个人。互阮离开这个圣殿的时，阮无空空离开这。原来当带着上帝你伫耶稣基督内面这个真实的疼，倒转伫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因为你的疼，阮所有人甲人中间无形的墙。就完全疼你，帮助阮定心来去做一个疼的家庭的生活，来去做一个疼的教会生活。愿上帝你用安尼来满足阮的心所愿，祈祷靠耶稣名恳求，阿门。感谢阿牧师的勉励甲分享，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古圣诗455首，上帝极疼有罪的人，咱做伙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咱闭万心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咱做伙用信心来奉献。若是新的朋友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嘛请毋免奉献吼。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读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吟信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请牧师来为咱祝福祷吼。主耶稣讲，恁着彼此相听。恁若相听，众人就要知恁就是我的学生。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赞，甲恁的家庭的人三甲一体，对一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彼得闭会。